凌亂嘅床、滿色嘅垃圾桶、tissue 通通都唔理。佢每日一起身就會坐喺床邊嘅電腦前面打機，肚餓就叫外賣，打到攰先肯休息。不過佢絕對唔係一般嘅宅女，14歲嘅佢係女子電競隊 Girls HK 年紀最細嘅隊員，成為電競選手。佢話因為電競令到佢揾到理想。因為之前參加咗明愛同 CJ 搞嗰個班，就揾到自己所謂嘅理想啦、目標啦，又就咁啱有一個機會，就俾自己試下咯。跟住就對於呢件佢形容為理想嘅事 ，Tissue 絕對唔係玩玩下，幾乎每日都會練習，要做好呢樣嘢咯。因為係自己理想嘅其中一樣，你咁樣點都要做好咯，唔係就。即係你連唯一嘅可以話係唯一嘅理想都做唔好嘅話，咁你可能其他嘢都唔會做得好咯。雖然佢經常喺屋企打機，但係慢熱嘅佢話打機冇影響佢嘅社交生活，反而因為打機識多咗朋友。反而我係因為打機多咗好多社交生活咯。例如因為我好多朋友都係打機識咯，然後即係再 friend 搭 friend 咁樣咧，你自然就會多咗好多嘅社交圈子咯。雖然揾到自己嘅理想，但係 Tissue 即將要去日本讀書，好可能唔可以繼續做電競選手。但係佢話唔會放棄。擔心就嘅有嘅，但係我相信如果係咯，即係我相信呢個遲啲香港電競發展可能會有其他多啲嘅機會。而家可能我係俾自己一個嘅休息咯，然後為下一個機會做呢個準備。即係我本身都中意 art 嗰方面啦，咁可能遲啲都會喺嗰方面發展啩，或者可能將 art 同電競一齊係咯 mix 埋發展都可以諗下。